新竹的玻璃产业已经有90多档的发展历史。今年的玻璃设计艺术节，计用是展出100多件同款主题的艺术品。希望这寡活动会当互民众更较认捌玻璃产业。无论是平常时用的杯啊，也是电火球啊，玻璃对民众来讲是逐工拢会使用到的材料。玻璃产业过去对新竹地区的发展嘛真重要。2年一摆的新竹玻璃设计艺术节，希望透过玻璃艺术的展出，让大家明白这项在地产业。伫新的这所在用的白沙底的峨眉山脉，就是石头山的那个山脉里头。啊，瓦斯在竹苗地区啊，这边地下有天然瓦斯，所以它会在这边建立了一个玻璃就地取材的方便。但是在这里就地取材方面，也造成了一些产业的升级。透过光线的进入，然后到它的线条，到气泡的蒸发的一种流动的效果，然后甚至到颜色的变化，其实都是这件作品的重点。今年艺术节总共展出100多件的玻璃艺术品，另外还有11件特别对国外送来展出的作品，还有大型的玻璃装置艺术，在暗时看起来特别水。大家都说新竹是玻璃的故乡，那我觉得这也是新竹很棒的一件事情，是它每一个几年或每一年，它都会思考的是说，这个城市怎么样玻璃这个材料来说一个跟城市跟材料之间的故事。玻璃设计艺术节对9月初9开始，在新竹公园展出，礼拜还有表演活动甲市集，邀请大家中秋连续假期来一撮玻璃艺术旅行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